台湾是一粒自然生态真澎湃的岛屿，四界拢有真侪古水佮趣味的生物，咱毋免走足远来当看到因。会使讲因就住伫咱的厝边。今仔日有3只细尾虫，要甲带路虫阿婷做伙四界扫。咱即马就斗阵来看卖啊！今仔日因会找到啥物？阿玲，你创哎，你来啊！我要甲伊烧起来，那有芳，我要甲伊烧起来。我有一块茶壳，我咧等因的时阵咧片，这是要练习片大自然的味。今仔日我想要带恁去找一种足古水的虫，伊是松林内底用片仔去片味的探针哦。咱若是伫咧外口啊偷放屁，因就会片着，伊就知影是啥。好是，甲好神足接近啊！牛西菇，诶，敢是牛菜菇？对，是啊。噔噔，咱等下要来找这只牛西菇、西金菇。咱要找西金菇，要去倒位找？你树顶找，你树顶找啊？还是涂骹？种地落去。种地哦。诶，我甲恁一个暗示，这是啥物？晒。所以咱若要找西金菇，咱就去找松林内底敢有屎。所以咱去叫狗金吧。哎，咱爱去找狗，咱等下去找狗。我要甲恁讲的是，恁等下若是有食物，还是有饮料爱收咧，嘿，其实狗就甲小朋友共款，因只是想要看到物件，想要来客，所以因就看到咱若是外口插凉的插食物，就会想要客。好，安尼准备出发啦哦。因哪像咧休困？我手给自家。做细只对无？哦，伊真多侪物件诶。啊，恁刚才因会食啥？大只的狗？大只狗，四卡。四卡啊？啊，四卡啊？做拄只迄种。哦，金菇啊，做籽。高山啊，甲咱人同款，是菜草拢食的动物。果子是因上重要的食物。科学家讲，因会食超过300种的食物。因的菜单顶悬嘛有足侪小动物，只要是掠会到的，高山啊拢会放入去喙里食，甚至会为着食一寡矿物质甲营养素，嘛会去呕吐来食哦。这有高赛，这有一部，这看起来应该嘛真青。咱就要赌看卖啊！啊，无你嘛举一支啊？甲伊抢起来，甲伊拄起来，变做行吧。我来掰开，互恁看内底有啥物哦。这就是青仔籽，消化无好，因为籽较歹消化。我你敢要掠迄搞法，用手套。恁若要摸，会当挂手笼啊。对吧？我这囡仔手，所以恁一开始伸入去会较矮。这毋是食的啦。来哦，细哦。卖叮当，卖走，免走。因想讲这是食物啊，因为这是稀稀疏疏的声吼，足侪人摕食物会有落仔的声有无？啥物感觉？你无想要摸哦？凉冷。感觉就太。你无拍掉你就冰冰对吧？所以银菇无介意这种是很做。这应该嘛是会介意啦，只是细金菇即马毋知伫倒位还袂来款。你甲放去较边仔，伊较平着。干嘛呢？无定伊离开迄边。结果，弄，这应该嘛真青，有当啊迄色嘛会足奇怪。哦，像这内底，伊内底是小可青青。足怪。哪有物件？伊嘛咧看诶，这嘛一部，还一部，当时，你看到？伊出现啊呢？咱看卖伊会找到伊迄部屎，伊即马可能搁咧找。我塞互伊。你讲伊无一定会介意啊？啊，伊头拄根本就无偏着，伊毋知咧创啊。这边，伊看见这部啦。这边。我甲伊过屎。
伊无爱呢，啊，恁敢要掠看卖？袂。你看甲在啊呢。甲我头拄仔，甲我头拄仔咧，互恁看的模型敢有像？会听哦。甲一般的金龟无共，就是因的后壁骹较长，感觉无？哦。因为伊要撒去撒球。啊对呢，你会知？因为伊是用后骹撒还是头前骹撒？后骹。后骹哦，恁头看的模型看会出来对无？倒是只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够啊！这个一只。头拄爱洗面的，足够水。你要撒无？唔知啊，咱等伊看卖。今仔日拢无爱做赛。彩金龟嘛是教堂家族的昆虫，不过因食的物件较特别，是动物的屎。大自然若是无因，可能就会臭咕咕，规涂骹拢是屎。因处理屎有3种方式，一种是直接装入去内底食，一种是伫屎下骹挖洞孔，甲屎潜入去内底。搁有一种上趣味的，是甲屎塞做一粒球，塞转去伊挖好的孔，家己食，也是伫内底生囝。因为咱头拄仔拄到的屎龟，伊拢还袂要做屎球。我想到一个物件哦，就是头拄仔迄屎龟，因是鼻味去找物件对无？我即马想要带恁去找一种虫，伊是身躯家己会有味哦。臭菇啊！臭菇啊！搁有啥物？有甲碗啊！有甲碗。我有掠过，老足侪官的人。老足侪官的人。就是我。就是你哦，我评看卖。好啦，我要去找一种虫，伫即种松林内底定定有的，而且伊甲屎金龟住的所在有当仔会顶塔，就是伫迄树叶仔下骹、石头下骹，一只长长的，足侪骹的。掠工火车糖。火车糖，对，我要找火车糖啊！小朋友，一人一支土签，啊一个水桶。咱等下就是同这边啊，这树叶啊是石头下骹边看卖，看会当找到火车糖嘛。我等下甲恁讲火车糖甲狗有啥物关系 ？OK？ 我就搞说哦。你要来我看卖无？我不爱个，我要去。你冰石头嘛会使啊？冰这项较安全。冰这项。火车糖。哦，火车糖，哦，真的呢。哇，伊边仔嘛住足侪狗遐个，火车糖找着呢，那遮紧啊？慢慢香。安怎啊？无看到物件哦。这里哪会遮深？看起来无够深啊。哦，这只长呢。阮这有可能要学一暝吧。哦，起来起来。我遮大个石头无火车糖。康康啊，这衰。所以今仔我有摕着火车糖的啊。我相信阮。火车糖。哈？我嘛幸运咧。直接看到，伊就甲你讲 hello 啊。对。这内底。有哦。有啊。伊要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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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啊！恁找着未？伊家己走出来啊！真正？对啊。所以恁三个拢找着啊？对啊。恁敢哪会想叫火车糖？因为有一只，而且伊个足长的。因甲高山有啥物关系？因非洲遐有一种火车糖吼，恁若安尼家己触的。有啊有啊，恁评看卖，评看卖。你评看卖。免惊啦。敢有闻到？啥味？感觉亲像一寡塑胶迄类的味。像迄塑胶的味对吧？你评看卖。敢有介意？足臭。啊，因为咱台湾这种吼，这是对咱人来讲较无毒性。啊，毋过我头仔讲迄非洲的迄因的亲情，伊也触触的吼，伊迄放出来的物件是有毒的，足正片的，吼啊足臭。伊甲迄触触的吼，伊就甲抹喺身躯顶。啊，所以迄蠓虫闻到这个味，就袂来家己滴。啊，狗袂感觉？狗就感觉无虫足赞的，啊，毋过虽然有味，可能嘛无差。咱个评看卖。真正有一个塑胶的味啊。系啊。恁敢知我今仔要创啥？做图丸啊。咱即马要学使金龟来做图丸啊！啊，咱等下恁看我用哦，咱
嘿，伊是用洗丸啊，咱用土丸啊，咱等下来比赛看卖送个土丸啊较用。家己找材料吗？嘿啊。恁小可戆呢，无要直接来用这土去甲外口翻送咧。我嘛好啊，我替大家甲拉拉咧。来比特别赛。好啊，我也就小诶，我也绝对小强诶。这内底就是青啊，迄树啊，搁土，绝对会甲全部人拍牌。无可能诶，我会比你会更较大粒。是阿定。好，来，高山啊，观众拢来啊，来准备哦。Ready, go！ 哇，我上届赢。隔壁。即摆最后一届。No。啊，牵上大力的，你莫牵迄轻轻啊，搁去甲背，搁甲背哦。好，一、两、三。啊，拢破去啊！啊，两鱼赢。两鱼无破，弄足厉害。咱今仔日拢还袂看到因去杀高赛对吧？可能咱附近即马无较青的高的赛。啊，我要互恁看，我真正有翕过的。看。看到因安那杀。哇塞，真厉害！因用倒一支脚。后壁骹。啊，因两支骹着，是咱用两支骹。因两支后骹咧控制球，啊四支骹伫咧杀涂骹。咱今仔日任务算完成啊！好，赛姑拜拜。我感觉真厉害的，是用后壁骹扫。为什么用这些？小可奇怪，你为什么要食饭？火车头甲牙膏洗了就行，所以叫人叫做牙膏菇。火车头甲牙膏上无共的是，火车头的身躯一载有4支骹，牙膏一载敢若有2支。无共种类火车头骹的数量嘛无共。为30支到400-500支骹拢有。听讲澳洲有一种上侪骹的火车头，有1306支骹哦。啊，狗要走嘞！咱等下做的是这哦。哦，套开内底有纸。我想要钱，我叫是恁讲的赛球是真正赛啊。是哦，那有可能用真正使。好啊，莫去用啊，莫去用啊。拢落去涂骹。你咧摕片？你咧创啊？你咧揣内底有食的无呢？